好，过来是郭文泰来宣布讲，7月底要来举办第1届的个人演唱会。不过，这个门票真无俗哦，一张要8800，讲甲韩国的天团 BLACKPINK 变贵咯。郭文泰讲，其实吼是为着要来募款啦。啊，到时阵会唱啥物歌咧？郭文泰咧办公室讲，绝对会互大家惊喜。 提麦克来唱歌，民众党的主席郭文泰伫咧活动的时阵，真介意展现伊的歌声。昨头一遍宣布会伫咧7月29号举办演唱会，名字就叫做 KP Show， 票价嘛已经公布。 只限400位，票价每一张是8800，介绍特别和韩国天团 BLACKPINK 差不多。郭文泰讲，这是为着要募款，啊若要唱啥物歌？歌班表示，除了小鸟甲工人等等，嘛会准备新歌，互民众一个惊喜。啊若总统大选的民调，郭文泰是继续排第2。国民党的发言人萧敬言伫咧电视节目来压料，讲郭文泰主动来找拿赢的党员。私底下就有所知，他也去这个积极的拜会我们的立委候选人，自己亲口提到说，他大概已经见了40多个。民进党副秘书长柯虎在里边车顶馆发文章，讲要笑嘛唔是，要哭嘛唔对。对方讲郭文泰秘密拜会，而且佫是主动，这你就爱确定呢。意思是咧否认。国民党的立委参选人嘛跳出来拜会，朋友之间的聚会碰到，那这个也没有不涉及什么政治上的这些政治上的议题。我个人是没有约也没有见。到底有见面啊无？拿背一人讲一套，也毋过国民党的家务有完弱势，嘛互拿赢基战，拢真欢乐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